聖道家唔堂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日咧係3月1號，我哋聽到咧出埃及記第39章，分開2日聽下。咁啊，再一次講咧祭司嗰個嘅服飾，其實之前都講過。咁當然呢個係補充篇，就會帶多啲嘅細微嘅表達嘅。之前都俾大家睇過嗬。咁啊，呢個祭司嘅服飾啦，入邊有白色嘅內衣外衣，心口咧有一個咁樣嘅銅牌，入邊有12粒寶石，代表12支派。咁如果細心睇，琴日都俾過個網頁大家睇噶。咁有啲網頁咧又有讀經，又有圖片，好靚啊！呢個胸牌前邊咧有啲水紙，入邊就打咗個結，即係我就簡單叫打個結啦。佢咧就叫當係即係石榴啊，係一種好多果實入邊好多種子嘅一種生果啊。咁啊，當然代表就係豐富啦、豐盛啦嚇咁樣。咁啊，尋日咧我就介紹即係呢一個聖經綜合解讀。咁咧佢入邊就有好多即係跟住出埃及記講，譬如約櫃係點嘅樣啊，係嘛？咁啊呢啲佢哋嘅首飾啊裝飾係點啊？摩西嘅石像啊，俾人覺得佢頭上面點解有對角啊咁樣啊？呢啲拜偶像啊，嗰啲外邦嘅人偶像嘅係點啊咁樣啊？咁啊我就話呢個網都係好非常之豐富啊，啲資源知識都係豐富嘅啊。咁啊嗰個祭壇啊、洗作盤都係即係有清晰嘅記錄啊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咧就聽呢個會幕係咪？係啦。今日我哋咧就呢個就係祭司嗰個身上面有啲啷啷，同埋有啲嘅石榴嘅結啦。模仿咧就係呢種石榴嘅果子啦。心口嘅銅牌有12粒石啊咁樣啊。咁啊祭司嘅服飾啊，入邊白色內衣，然後藍色嘅中間再有出邊嘅嗰個背心以弗得啦咁樣。好，聽經文啊。出埃及記第39章，他們用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紗縫製精緻的禮服，在聖所用以供職。他們為亞倫做聖衣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以弗得是用金色、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紗和銼的細麻做的。以弗得就係嗰個好似背心咁嗰件衫啊，然後上邊仲有啲寶石嗰個以弗得咁樣係啦，係咪即係頭先俾大家睇過？係啦，中間呢個以弗得中間嘅然後有啲寶石呢個OK。他們把金子錘成薄片，剪成細線，與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紗以刺繡的手藝織在一起。他們又為以弗得做2條相連的肩帶，接連在以弗得的兩端。以弗得的精緻帶子以一樣的手藝，用金色、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紗和銼的細麻縫製，與以弗得接連在一起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他們剁出2塊紅瑪瑙，鑲在金槽裏，如同刻印章，刻上以色列眾子的名字。他把這2塊寶石安在以弗得的2條肩帶上，為以色列人作紀念石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胸帶是以刺繡的手藝，如同以弗得的做法，用金色、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紗和銼的細麻縫製。胸帶是正方形的，他們把它做成2層，這2層各長1虎口，寬1虎口。他們在上面鑲4行寶石，第一行是紅寶石、紅碧璽、紅玉；第2行是綠寶石、藍寶石、金剛石；第3行是紫瑪瑙、白瑪瑙、紫晶；第4行是水蒼玉、紅瑪瑙、碧玉。這些都鑲在金槽中。這些寶石有以色列12個兒子的名字，如同刻印章。
每一夥有自己的名字，代表12個支派。他們在胸袋上用純金打鏈子，像編成的繩子一樣。他們又做了2個金槽和2個金環，把這2個環安在胸袋的兩端。他們把那2條編成的金鏈繫在胸袋兩端的2個環上，又把鏈子的另外兩端扣在2個槽上，安在以弗得前面的肩帶上。他們做了2個金環，安在胸袋的兩端，在以弗得裏面的邊上，又做2個金環，安在以弗得前面2條肩帶的下邊，靠近接縫處，在精緻帶子的上面。他們用藍色的帶子把胸袋的環與以弗得的環繫住，使胸袋綁在以弗得精緻的帶子上，不致鬆脫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以弗得的外袍是以編織的手藝做的，顏色全是藍的。袍上方的中間留了1個領口，領口的周圍織出領邊，好像鎧甲的領口，免得破裂。他們在袍子下擺用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紗和搓的細麻做石榴，又用純金鑄了鈴鐺，把鈴鐺釘在石榴中間，袍子下擺周圍的石榴中間。1個鈴鐺1個石榴，1個鈴鐺1個石榴，在袍子下擺的周圍，用以供職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他們用編織的工為亞倫和他的兒子做細麻布內袍、細麻布禮冠、細麻布精緻頭巾和搓的細麻布褲子，又用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紗和搓的細麻，以刺繡的手藝做腰帶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他們用純金做一面聖冠上的牌，如同刻印章，在上面寫着歸耶和華為聖。又用藍色的帶子把牌繫在禮冠上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係啦，仲有個禮冠添嘅喎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即係呢度係啦，有個禮冠嗱，呢個網頁真係都啲圖都係幾好啊嚇，慳咗啲功夫啊，即係搜集翻嚟嚇。好，今日就停喺度啦啊！咁聽日就聽埋39章嘅下半章啊。你見到咧祭司即係嗰個嘅服飾都好講究，因為咧佢知道呢一個好重要嘅典禮嚇，而且代表住咧神同人之間嘅中保啊嚇。我講到都有提呢樣嘢，係神同人之間個關係嘅連結啊。好，咁啊，聽日再聽啦，拜拜。